今節講春桃樹3日甲第2節安樣講到，對於隆重日節在世間天下裏有幾個時節，有幾個時間表示乜嘅呢？隆重世間呢啲冇原因嘅，但答有嘅時間為約為末為無限嗱。呢個詩篇90甲第10節樣講到，這個人類啊，世間裏啊。吃菜啊，70歲，係強啊，80歲。嗱，係再強嘅人，還要吃到共100歲，咁都係健康仲要用，係咪啦？兩種熱切世間你吃到，都係煩惱、痛苦、歡喜、快樂。兩種熱前風過吃，呢個經節講，兩種冇吃。2個領頭5第1節安樣講釋迦啲，因為到釋迦。啲樣係世間裏啲嘅目定聯合，上帝準備將在天堂等嘅有本事嘅最好研究嘅目，就係唔係人手做嘅。咁嘅意思講嘅呢，就係講咗個人類啊，世間裏啊，自家嘅肉身啊，就係呢啲嘅目本事嘅生命嘅聯合，係講世間裏啲時間熱潮。自家嘅生命鏈日出呢個無限嚟講，自家信上帝咋，上帝準備將研究嘅部分自家，就係講到屬靈嘅方面，就係講公用嘅無限嘅方面，都係上帝做嘅。所以嘅經節講唔係人手做嘅，上帝做準備將本自家有了，在天家嘅都係公用嘅無限了。因為到咩呢？相信上帝啥，一個罪惡本耶穌基督擔hết，你得到上帝準備將共用嘅無限本也聯合，世間呢啲點聯合，上帝準備將在天堂嘅要就列經節講自家啲，這樣自家係相信上帝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